今年嘅珠海樓市咧，最火嘅唔係剛需市場，而係豪宅市場，係咪覺得好奇怪啊？但真實嘅情況就係、最近嘅3個月咧，珠海嘅千萬級豪宅交易量真係出現咗爆發性增長。單單一季度，珠海貝殼平台就已經成交咗咧74套二手豪宅。聽起身咧，呢個數量好似唔係好多，但實際已經係超過咗25年全年嘅總量啦。其中超過1000萬以上嘅頂級豪宅咧，係成交咗23套，500萬到1000萬嘅係成交咗咧51套。成交價最貴嘅一套係中信紅樹灣嘅北區產品，總價高達2430萬。果然不愧係珠海嘅豪宅標杆。呢幾年咧，雖然珠海嘅樓市一直係處於下行市場，但係最近嘅2年，珠海嘅改善豪宅產品咧，反而係走出咗獨立嘅市場。無論係交易量啦，定係價格都非常之堅挺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因為從過去嘅1年，珠海嘅新房網簽數據，我哋可以睇得到，無論係十字門嘅華發灣仔1號啦，定係橫琴嘅華發橫琴仔，佢哋嘅去化速度咧都特別快。你哋要知道，呢2個樓盤咧都係平均總價去到幾百萬嘅，尤其係十字門華發灣仔1號呢個，從入市到成個樓盤咧親盤，都只係用咗1年半嘅時間。大家都知華發灣仔1號咧，成個盤係有超過1200戶嘅，可以話係屬於一個咧超級大盤，而且佢嘅總價咧最低都要300幾萬起步，樓王最貴嘅去到1500萬，但係都賣晒啦。其實咧，我並唔係同大家講珠海嘅房地產市場依家有幾好，而係想同大家咧分享更多珠海當下嘅最真實情況。呢2年，我一直都同大家講，珠海嘅樓市咧會出現兩極分化。未來好嘅地段、好嘅產品以及好嘅景觀咧，呢一種會越嚟越搶手。反而嗰啲遠郊區冇配套、冇學區、產品又差嘅，以後會越嚟越冇流通性。所以咧喺選擇上咧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如果你準備喺珠海買樓，但又唔知點樣去揀，可以將你個問題咧打喺評論區度，我嚟俾你咧專業嘅答覆。